无人知影家己生命的终点是一倒位，是一趟时。啥你当甲我讲，我应该向倒位行？每一个人拢想要做家己上适合的人生，有偌济人活甲醉生梦死，有一寡人看起来荣华富贵，但是并无快乐，心内底迄双夜车无空虚。车古老，车来客花。所以啊，咱爱认真，咱爱打拼，咱爱打拼，才有一个好的将来，好的将来。才过来，才来后悔。所以咱爱认真，咱爱打拼，咱爱打拼，才有一个好将来，好的将来。